各位3分鐘3個餸 ，Fresh Free 夫妻二人創業嘅工具。嗱，我後邊呢部機你睇到啦。咁而家咧佢仲煮緊咧麻婆豆腐。嗱，呢個餸係麻婆豆腐，我而家邊放喺度。哦，第二個餸門打開，第二個餸又做好啦，我攞出嚟。第三個餸亦都做好啦，蒸魚啊！第三個餸豉汁蒸排骨。呢三個餸已經完全喺3分鐘之內就出問題。我今日想解釋俾大家聽咧，就係我哋可以利用呢部機係用家庭夫妻二人去創業。我嘅 WhatsApp 就係1604-250-8283。另外咧就係 WeChat 我係 Stephen Ken 0303咁我就會安排你參觀示範點樣可以利用呢部 AI 智能煮食機幫你哋可以創業。